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台中的交工科技大学，传讲餐饮管理系主任，干那各中的学历，伊和看守拢是客观系，升做副教授甲助理教授。不过交工科技大学是强调，这两个老师担任职务拢符合资格。 学生去学校上课，即间伫咧台中西屯的私立交工科技大学的餐饮管理系，拄摕到卫福部竞赛的铜牌。不过，即马煞壁讲，姓王的系主任敢若读到高中，勉强因为专业的资格摕到教职。校方煞用改评升等违规，互伊做副教授系主任。消息一日出来，学生的反应真无共款。可能会有，就是对，会有这种感觉。你有什么感觉？你会觉得？ 就是会有点惊讶吧。我是觉得还好，对。你觉得还好的部分是你觉得，实作经验比较重要吗？还是你觉得什么？可能就是学到的东西吧，比较重要而已。另外，姓王的主任因看守无证照嘛，通做助理教授，洪志义嘛是客观系。有理一个老师表示讲，校方聘用家己信任的人，伫咧私校是真接看，影响到一寡教师升迁的机会。内部的消息才会红夜夜出来。不过校方出面反驳，强调讲，姓王的系主任是科技大学专技教师的资格，担任教学职务，一切合法。聘谁当这个主管，多少当然会影响到个别的老师嘛。这个有没有狭怨报复，这个就很容易去想啊。他的风格让一些老师不太满意的话，那当然会有，就会有一些怨言嘛。其实他的那个厨师经验已经20-30年了嘛，所以他在业界的知名度是够的，而且担任过相关行政主持那个什么实际执行主持啊，技术性的科系，所以他是专技教师来担任教学，这个在适法性一定没有问题。 也姓王的主任因看守成为伫咧餐饮业有管理的经验，以助理教授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加聘用。校方强调，这个风险毋是第一摆发生，嘛拢有报请教育部。科技大学重视技术性的专业，相关教职人员的资历拢有公开，希望排解外界质疑。记者台中报道。